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冠老师。又到了你好好运动的时间呢，准备好要我强化运动的嘛？踏并开始，往右往左。先练习踢脚动作，腰骨打开，双手右边拍、推、转3圈，咒术片拍、推、转3圈，跟着节奏，1、2，咒术片1、2，转3圈，U 术片1、2。咒术片 ，U 术片，试过用师傅教他拍推，拍推，踏并，右手左手拼一掌，单手绕圈圈。1跟2，咒术片踏并，左手、右手，咒术片拍推，右转，踏并 U 片，右手，收带卯，拍，左转，左边踏并，咒术片拍推，踏并。踢3掌 V 字步，前进2步，后退2步。头前世界脚骨打开，注意头前 Hellboy， 头前的 V 字步 ，Hellboy V 字步，前进，后退，有听到吗？继续练习。上高100，注意，速度打开，摆田弓，头前速度打开 ，Hellboy 摆田弓，继续开拜拜，很好，这个摆田弓，都在吗？手跟脚的协调性，向下练习。第二边是同手同脚，头前是同手同脚，很好。踢脚准批，右前方拍推，左转，左边踏并单手，咒术片的拍推，右转，右边踏并。继续拍推左转，咒术片踏并单手，双手右转，右手绕圈 ，V 字步头前打开，后退摆田弓，很好。还有100，跳点4次。两位加起来，头前 Hellboy V 字步，40跳点，右跳左跳 V 字步，头前 Hellboy， 右跳加左跳，有看到吗？继续练习，打开摆田弓，右跳左跳，还会摆，头前打开摆田弓，右跳左跳。踢脚准备开始，双手拍推左转，咒术片的踏并，咒片拍推，右转 ，U 片的踏并，很好 ，V 字步，摆田弓，右跳左跳
V 字步，右跳左跳，韩周邓某继续练习他的动作。V 字步，右跳左跳，刚够一半，右跳左跳，披萨开始，拍推左转，做薯片的踏并单手。 左边的拍推右转，右手，很好。V 字步跳前 ，V 字步 Hell Boy 摆田弓，右跳左跳，跳前 V 字 ，Hell Boy V 字，右跳左跳，注意后勾脚。 右棍靠近你的臀部，双手往后拉。一片6拜，右脚2次，左脚2次。注意看，勾后点，双手上下赶后来。 都在吗？勾后点，勾后点，不用到 Hellboy 时间，脚尖轻轻的碰到地板。3、2，还有一张，踏并，披萨腿式，拍推左转，做薯片单手，左边拍推。 右转，单手右，然后 V 字步跳前 ，Hellboy 爱摆田弓，跳点，继续 V 字跳前 ，V 字 Hellboy 跳点，后勾脚，双手上下，勾后点。 很好，还有2拜。踢下开始，右前方拍推左转，右片踏并，单手绕圈圈，右薯片拍推右转，踏并 V 字步跳前 ，Hellboy 蜀国多马街，很好，跳前大开。 Hellboy 摆天空，跳点，继续这个动作，跳点，还有1拜，开，跳点，后勾脚，双手上下，他踩地位。 非常好，披萨开始，右前方拍推左转，做薯片的踏并，左边拍推右转，右薯片的踏并 ，V 字臂头前摆田弓，跳点。 V 字跳点，后勾脚，动枪，看到了冇？披萨准备 ，Go， 拍推左转，做薯片的踏并，太棒了！ 左片的拍推，右转，右薯片的踏并 ，V 字步，摆田弓，跳点 ，V 字步，摆田弓，非常好，后勾脚后点。
太棒了！第一个 ，Go！ 咒术片踏壁，左边 U 片转圈踏壁 ，V 字步，后退白舔瞳跳点 ，V 字步。 跳点，左脚后勾，非常好，继续，是不是他太对位？继续这样后勾脚的动作，继续后勾脚。 前进走3步，左脚踢脚，后退右脚踢脚，踢左边，踢右边，小腿放松一下，退下行3步，又个退下行3步，还有一半，原地行撸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 哎，你今晡日的有氧运动时间就到了，平常神梦太极卡，再见，拜拜，等你做运动哦。咸臭茶，咸臭。我亚东海看到一张照片，我有吓一跳。这个。